呢個全體內的報道，帶他來看到嘅係，也係熱天嘅天氣未變到更熱 ，HCN 叫嘅禽流感病毒未卡唔壞切。雖然講關於已經開始研發疫苗，估算千甲按年底將是上市，但是當年9月，中國北方候鳥下南過冬，可比候鳥已經係切到禽流感，就會帶動病毒下南哦，到時節係真難控制。所以台灣對5月17起始係禁止傳統市場來限期限賣調生，係先對廣大民眾接觸禽鳥開始來做，未來會慢慢加強鼻筒還有實地候鳥嘅排泄物嘅檢測，來加強防範禽流感。爆發 HCN 叫禽流感確診病例了後，上海到4月初6關閉發禽市場。中國 HCN 叫嘅禽流感確診病例將總算降低1度。台灣對民國95年爆發 H5N1 禽流感起始，是200推出傳統市場經濟發禽嘅政策，但是這話引致幾農抗議放後實施。特別係因為 HCN 叫禽流感病毒已切到致死率當高，將本經濟發禽政策從5月17日正式上路。上海一個態度是，你聽到你感染到，因為按厲害咯，按嚴重就是活禽屠宰。所以如果台灣倆來禁止倆傳統市場嘅活禽屠宰，倆是一項很重要的措施。雖然中國 HCN9 人類確診病例喺下階段增加速度變慢，但是防治專家咪講，未來 HCN9 禽流感嘅防治資金應該係農政單位來做。台灣當年平均有12隻雞，有間咩土當高，係講發生疫情是會影響上海島有幾產業。就算台灣海島嘅體型是防止中國南方肉體嘅病毒切過來，但是9月對中國大陸北方下南到台灣嘅候鳥，則係嚴重嘅不停息炸彈。跟候鳥比較有關的就是養鴨仔，就是水禽場啊，水禽場我們大部分都是尤其像新竹、桃園那邊有很多皮啊，就是那種水潭，跟候鳥有直接的比較有候鳥比較會飛到那個地方去，所以我們那個地方列為重點。因為候鳥主要係鴨科，佢關節頭有樹嘅蔬菜，嗰個普通候鴨、候鵝嘅蟲體，太細唔會圍起來。風險強因為係講要切到 HCN9 病毒嘅候鳥，接近鴨、鵝亦係亞洲一條禽鳥，造成本土鳥切片，人是可能會切到。將係拖延一搭就進到嘅鼻筒，候鳥喺後頭一片停留黐蝕，是會重點監控實體同鼻筒嘅候鳥排出來嘅東西。但是實體管理單位認為，就算候鳥有切片，是長途飛行，代表鳥嘅體能當好，所以唔是太少。候鳥它能夠有力氣飛到這邊來，代表它感染的不會是高病原性的一個病毒，因為它有高病原性，它就是重感冒，它其實根本就沒有辦法有力氣飛過來。其實台灣先天條件上已經隔絕了這樣子的有一個屏障的一個隔絕。特別是對4月初9起始，為咗防止已經禁止民眾餵熱鴿，希望全國違法6000條，民眾透過觀光景點，千萬唔好接觸禽鳥，降低切到嘅機會。客家新聞記者為劉文輝台北報道。